对今仔开始，这室内免搁再挂喙暗咯，不过大众运输医疗医所中照机构同款爱挂喙暗哦。实际上来到这个超市观察，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把这喙暗挂条条。不过这什么时阵会当全面来放令，唔免搁再挂喙暗呢？指挥中心认为，可能要等到5个月才有机会。伫连锁超市买物件，大部分民众要是甲喙暗挂条条，经过810多天，2月20开始，这来挂喙暗的规定总算放零，就有民众上路第一天就甲喙暗烫掉，感觉快活真济。如果是在通勤的状态，就是像在比较封闭，像车厢里面，我还是会戴着。来这边我会戴，那如果运动我就不戴的。因为戴久了嘛，会习惯说戴口罩就是做事情啊、出门那些的。看到了我们一起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的伙伴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指挥中心记者会当中，大家也拢甲喙暗烫掉啊，总算看到所有人的模样。不过指挥中心也搁一摆提醒，大众运输、医疗院所等照机构等等，也是有挂喙暗的规定。如果你有饮食上的需求等，这个是可以暂时把口罩脱离。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，处以新台币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。目前喙暗规定行到第2阶段，已经放零大部分空间。讲到什么时阵才会全面解除限制，王必成表示，要继续观察疫苗接种等等状况。我们其实已经到90几%的施打，我们的高龄长者的部分没有到那么高，所以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我们的脆弱族群到底有没有施打？每天我们公布的这个我们死亡的这个数字里面，那完全都没有打过疫苗的，都超过1半以上。王必成表示，希望继续提升脆弱族群注疫苗的比率，估计5月就可能来到第3阶段全面解除挂喙暗。另外，针对次世代疫苗，指挥中心建议民众比照流感疫苗1年做1档，详细配套措施伫这礼拜4会详细说明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